過也太快，總算堪稱大人。對惡人面對惡人也像乖乖。世界連羊兒與狼共舞，彷彿置身懸崖，學會奔跑得更快。何謂人善容易受傷及欺騙？邏輯雖古怪，卻沒有絕對好和壞。就算已是時候長大，別再簡單都複雜化，惻隱不可變賣，就帶出街。光陰雖然沒純良天真，仍存在我。能否變冰河？你心可解說經過，心中總有多年童真小孩常在，每日強大我。如果歡聲閃亮，誰能斷去自我？接受我什麼？把這張往相讓，別再憶起痛傷，錯讓你錯過這生。今天我獨往他鄉，天不到成就我換轉真一張，讓我遠飛，歡快地從頭起機，不變地前方就識，天路上亦不棄，讓我再可與你重自己，多謝你隨時光再轉，不再為誰憂氣。當你好，你畏懼前進理想的道路，作為你從來都擔當我的路，像我的方向到後來站落繽紛，比不上要歡欣，不可能像我已到滿天真，讓我遠飛，歡快地從頭起機，不變地前方就算，天路上亦不棄，讓我再可與你從前憶記，多謝你隨時光再轉，不再為誰憂氣。都只會再遇上，誰離開都不需記載。這一刻也是這解會放開，願心可再比賽。不捨得都只會再前進離開。讓我遠飛，歡快地從頭起機，不變地明天就算，早已懷天氣。讓我再可與你從前比比，隨車胎只需憶記，愛我未來下世紀。Thank you。喂，俾多啲掌聲先啦，係咪先？我想請問咧，你哋覺得喺香港度玩音樂係有啲咩挑戰嘅咧？其實咧，香港音樂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寸金尺土嘅地方咧，其實
好大壓力，有陣時真係好驚經濟上負擔唔到。咁但係我哋好好運，有好多朋友支持我哋、扶持我哋係咯，同埋堅持係好難嘅。我覺得喺香港做音樂呢樣嘢，所以如果有興趣做音樂嘅朋友都要加油。嗱，咁我就想問下咧，你哋有咩想同我哋未來想玩音樂嘅同學仔講咧？有啲咩建議啊嗰啲？最緊要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，同埋分享你想分享嘅信息咯。即係歌其實入邊有好多信息喺度噶嘛，咁所以一定要真心擺個信息落去，咁就你會 enjoy 好多嗰個過程。哦，咁我見過你哋之前都係有份參與其他作品嘅喎，例如係張敬軒嘅《隱形遊樂場》同埋麗英嘅《命中注定在一起》啦。咁你覺得自己做製作定係幫人哋製作，邊個好玩啲或者有咩唔同？全部都好好玩。哇！俾啲掌聲，呢個答案真係完美啊！其實幫人哋製作歌曲咧，就要好了解佢嘅性格又好，或者佢嘅 image 又好。咁唔同嘅位置就係冇咁係為咗我哋而做，唔係為我哋而做嘅，係為佢而做嘅咁樣。咁但係做自己歌嘅時候，就會多啲自己嘅思想放入啲歌度咁樣，咁就係呢個分別啦。好，再一次多謝 Pandora。哇！睇完 Pandora 咁正嘅表演咧，不如我哋而家邀請翻 Pandora 到台下休息下先啦，好唔好？